进化的独裁者。什么是民主？会当投票甲选举，敢就是代表民主？你若安尼想，有影对袂着时代啊！民主毋若是被动的投票甲选举，佮爱主动的维护甲争取。若无，即款民主有一天会变做一个空空尔。前一阵仔争取民事经营权，到最近民事电信，佮大爱电视台，多么高之心落价，拢通去互咱思考，咱的环境敢有影民主？除了要求正确的媒体报道，佮爱有绝对的新闻自由。言论自由甲新闻自由是民主上基本的，哪会当透过商业买卖来决定呢？针对意识形态控制，电视绝对是上好的文宣机器。选出时，独裁者无可能阁用武的来强迫你做啥。上简单的，就是控制咱的思想，甲咱洗脑，也就是透过媒体来传播特定的信息。即马有真侪中大资企业，可能正做中国的先锋，咱煞无因的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因有法律来背书，做乌插八的代志，嘛变做敢若无犯罪，个不是讲依法行政。咱来知，这是独裁者上爱口碑，而且会互感觉无政治色彩，个真客观嘞。若阵因化拼经济的号头，阁会有真侪人互因牵咧行，做伙反对改革。其实，这就是独裁者的一步棋。法律内容是啥？是安怎爱改革、监督？相信咱对民主的想象，甲独裁者的期待是差真大尾。咱爱知影，无健全的法律甲转型正义，威权的乌影永远走闪袂离，是真恶改变。咱除了爱清除过去中华民国独裁体制留落来的毒素，阁爱扫除任何会威胁台湾民主体制的行为。看清目前中国对台湾的态度是不利的。搁前一站，美国因为国安问题，限制美国任何企业卖通信产品予中国中兴通讯。随往后来，美国甲中国罚13亿美金，都予解禁。总是美国知影中国少想要利用科技来影响政治的手段，不管伫国际也是国内，因为安尼，凡若有可能威胁民主，也是国家安全的可能，咱的政府定着爱出手，甚至进一步制定相关法令，来保护真无简单得到的民主。相对美国，看咱台湾煞拢无感觉，甚至中国华为、通信设备、手机啊，拢有通买，阁不止啊俗。要的确，因早就透过网络掌握着威胁中国统一的黑名单，亲像白遐共款，咧咒食咱民主自由的地基啊！独裁者透过网络进行监视，甲任何有可能造成威胁的文章拢抬掉，亲像茉莉花、艾咪咪、刘晓波、绿树等等的关键字词。伫中国是无可能找到的，甚至台北嘛跟对中国的脚步，伫车路架设通辨识鼻目喙的路灯系统，这对咱的民主敢有危害？敢是一个无形的干扰？咱的民主敢有法度抵抗独裁者的进化？佮看到最近中国小连线打压咱，逼邦交国甲咱断交。限制咱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，44间航空公司互要求伫网站、甲文案、甲台湾标示做中国台湾等等。任何台湾人拢应该看清楚中国歪霸独裁的硬片，这嘛是因要扰乱咱年底选举结果的手段。